啊，松鼠啊，松鼠啊！哦，加那武东边那个公园那有松鼠嘞。松鼠到底喜欢吃什么？掉落地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？哦，松鼠的尾巴怎么那么长？尾巴怎么那么膨胀，那么蓬松那么大？有的老鼠还会拜火嘞，双前两脚举高做合掌，跟拜火一样。哦，到底松鼠是要吃什么？